主吧，婆婆最好。哎呀，真好看，小姐快来！这清清的山，老老的水，哎呀，真好看。小姐快来！小姐，你看，小姐，你看这红红的是桃花，这白白的是梨花，喏。小兰桂这山为我牵出门，怎知我满腹心事满腹恨，他倒是晨光多明媚，我看来迎接山川是谁尘？小姐，你看这朵红红的蝴蝶花，多么鲜艳可爱呀！也难怪替你戴上。难怪你放了我不戴红花帽啊！小姐不爱红花，爱白花。那比我去猜啊！难怪，难怪。妹妹，快来！莫名嘛呀，当为餐，兄妹双双还愿心，喜剧观音来报与，报与我上去，谁让永康人？妹妹，我们快走吧，哥哥走。看见他兄妹双双同烧香，太阴阳兄妹牛过飘碧，家照颠沛留一份。牵牛陪我4年春是两双情，但不知兄妹何时得重逢，血海的缘在。难解闷，只怕夫人要怪我此后小姐不用心。
兰桂呀，小姐，你看小姐早已小人们。小姐高兴，我兰桂更高兴。兰桂，我们去吧。是，小姐。哎呀，小姐，这5点了。哎呀，小姐。兰桂，我们去吧。两夫两宝带路。是。相公快来，相公快来！举困四杂不自存，不问往里来报信。离了永昌郊外雨，故尊金色生不离。相公，走。相公，喏。节目用山用彩笔，天地芳草必是意，心房冷落绿花影。相公，我这支梨花回去。姹紫嫣红花似锦，一整5天了。当中能在气氛平。我的飞来，都是你。并自头下涟漪，终于描笔丹青丝，也画不出这一旁了人艳阳层。啊，两不两宝，看见你城来人往十分热闹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相公，前面去是塔寺庵，这些人都是去烧香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相公，今天是2月19，观音生日。观音生日，哎，相公，我们也去塔寺庵语文，因为亲戚热闹好吗？倒也是的。哦，慢。相公，有什么事嘛？想到大事恩中，今日烧香的妇女，定是十分拥挤。我
跟进去问在一起，都与不平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？我们只管欲望，不去看他们一件事我了。去的好。相公，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咦，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娘夫，什么东西？借我看看，借我看看。喏，嘿嘿，娘夫，你老公公，喏，哎，相公，娘夫拾到好东西，推推的藏起来了。两夫找到了什么东西？去来入口。哦，原来是一方牛背。西巴牛背看分明，金银光线上人，上客鸳鸯摇一张，玲珑铁头月飞灯，快来此文多珍贵，定出名家关相公，这块牛排就借我玩吧。这牛排不知是谁人收了的，我们离给不归原是。对，相公，那我们怎样规划成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人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是可将缘分奉完了。相公说的有理，哪有等多久呀？我们不再去游玩了。有称上京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人？相公说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都是你借一块什么牛排来？好，等吧，等吧。小弟实来几十分，此次寻找苦中人。你推我做什么？我找东西。这位大姐，可你城市皇上四处寻找，莫非收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收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设下的。喏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十配有事失我心。小弟牛排丸子没有找到，哎呀，快去找嘞！
不就是这一方面呗？真是，那小事就冤枉枉完了。多谢相公了。都是为了你们这块牛排。哎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。梁父，咦，这君子你太偏客气，总后老人可记。君子啊，谢金隆恩来比我。不管，凤凰十分是本安稳，区区小事何足嫌？兰桂小姐，我们回家去。是。相公，相公，哦，两夫两宝，叔叔与我带路。是。在民房中去推门，相公。两夫两宝，快去当听见面是哪一家呀？哎，相公，这不是吕先生的家吗？什么？是我先生家里？相公，你连先生家都不认识了？啊，呀！咦，好生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并无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哎，啥人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原来是梁师兄！哎呀，梁师兄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怎么站在门口顾门不收呀？请进，请。啊，李师兄，梁师兄，话嘛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帮侬倒杯茶。李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话要问你。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实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呀？哎呀，侬快讲啊！哎呀，侬讲我为啥吞吞吐吐的嘞？你快讲呀！哎呀，吕相公，喏，就是故知不高不矮，身材素胖不瘦，娇娇滴滴，标标致致的那一个？啊，李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原来你要问的就是她呀！哎呀，是啊！哎呀，她嘛是我的阿妹呀！哎，小弟与刘兄事与同场，情同手足，从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！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就有了呀！刘师兄，虚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
啥人不能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拨侬听。元宵节，我是父母团亲到镇家，回来是传儿过长江。忽听得有人落了山，我是姐姐那个忙忙叫那船家救起了姑娘。从外阳，她说是山东历人冯家伢女。才请到南京来经商，我因是父母跑病死，他是受人欺压骨头浆。我母亲见他多怜，急着命令还告他。是说嘞，他的身世实是凄凉。是啊。哦，亲王李师兄，不知灵媒家务发明，今年青春多少，可曾许配身家了啊？哦哟，梁师兄啊，侬一不宽下，二不算命，问得这样仔细，做什么啊？是啊，刘兄喜得灵媒，小弟问问又有方啊？哦，应该问是应该问，他呀，名叫云阳，今年18岁，这桩婚事嘛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完门咋了嘞？哎呦，妙啊！哎，这里是天堂，可不是庙堂哦。关云阳，明儿与人真相报，他闺中还是有希望。就托刘兄去做媒，以免得另外月老比周章。啊，李师兄，请受小弟一礼。哎，并不无辜，因啥个礼呀？小弟有事求刘兄。哦，梁师兄还有事情要求我啊。王兄千万要帮忙。哎，干么是帮啥个忙嘞？小弟是实在叫我去猜。哦，是让我一同有成气个哎呀，不是的，再叫我来与灵媒去上香。哎呀，这个香倒是烧得蛮好的。刘兄啊，小弟心事愿实讲，干么侬讲来呀？到如今啊，我为得少女进来忙，今日必先从天降，远去永远啊，要陪好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劝梁兄侬许着忙，一个那个姻缘我承当，侬为娶，哎呀他为嫁，更何况郎才女貌是更相当。我做媒人是报成功，侬好回去夸夸准备做新郎。此事多谢刘兄承接。好，我就先收下你这个小妹李了。师兄，那小弟就等候佳音了。佳音，哦，上快个
我马上就拨侬。兰桂，兰桂，快请小姐出来。刘师兄，安兄，阿妹啊，让阿哥来帮侬迎接迎接。喏，这位是梁师兄，梁师兄啊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。梁师兄，四妹。安兄，唤小妹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李师兄，快来！原来你是要当面举亲呀！那就亲吧，亲吧！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喏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。一切把头。安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，是贺喜阿妹在。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？哎呀，安兄问他做甚？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他阿哥来做媒的人。忙听是以红万岁，那亲自果然转正来。但见他气血那平地外，叫声谁上八转位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神女人才，文女文才，就是点起灯笼嘛，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恩兄夸奖两不喜，四次郎君真可贵。阿妹呀，你到底是愿不愿意呀？啊，愿不愿意呀？哎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。啊！恩兄不见女孩心，叫我时候把开开。阿妹呀，阿妹呀，哎呀，阿妹呀，阿哥做大妹，身边那个地位，从来不是那个不好，句句是实在。提起那两女士，哪个不赞美？他出生三世才相扶，待人绝不强哦他不是当朝宰相？是啊，那他他是梁世龙之子。恰是晴空相撇来，真当我莫当有口眼，将万岁用上。你到底是缘分缘啊？缘分缘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咦，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哎呀，
呀，这种事情叫他一个女家，怎么舍得出去呢？哎呀，不错，待我向爹娘禀报这个美人嘛，我一定要做一成功的。新房里放着这样一个画饼，真什么体统？我想，夫人，当我王中那本三五宝字拿到这里来，是小心，好谁了，可要你的官名。是美香，把这只画饼拿走。是谁叫你拿到这里来的？小姐，这是夫人。啊，是母娘。哼！哎呀，要讲我的好宝贝呀！小姐，这里没有事，都到外面帮忙去。是。月娇啊，是娘叫他来拿的呀。娘，我说你呀，也太偏心了哈。哎，娘怎么会偏心啊？这三五宝石乃是女儿喜爱，但从京都带了来的，你为什么把它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新房里没有一点好的把式，节庆郁闷宽了，也不像样啊。像样？我弟弟在朝未曾想，满庭仙鹤飞寻常，往来的都是好门贵，总比与欢事共一大，今日家吕家女儿去京府。挂你姑姑太倔强，他这个两家都知我难得在，做后娘落得人在把饭啊尝。你父将来实见过，让他宝贝儿子，死人大。心啊，娘把你捧着怕风，看着怕阳啊！那你为什么把女儿的她事啊，你就不放在心上？
娘的是千万也想来，谁叫也想，时时刻刻都放在我的心上的呀。去年在京都，娘不也为你操过心吗？真下家不识得拒，哼！哦，这就不用再提了。如今你弟弟在京里留心，为娘在家乡留心，总想替你找一个有权有势、有才有貌、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哟！娘，哎，夫人，禀夫人，花轿来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也要走了。哎，有巧啊！好宝贝，随娘去吧。哎。花
新郎官，新郎官在哪里相呀？公最好。两不两包，快去夸夸你家相公，我们向他贺喜去。相公，新郎官，恭喜呀，是恭喜！啊，刘兄请坐。请。哎呀，花中荡荡，桑桑树东方。新郎官呀，我这个阿舅见牛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哦，两包，快去酒来。啊，哎，慢来慢来慢来，新郎官，这新房的酒嘛，应该先去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唱，今日老酒，我愿你同我的阿妹是相敬如宾，把手偕老。谢刘兄敬言。梁师兄啊，我的阿妹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嘛，总算是做成功在。不过，我阿妹在永婚之时，一发虽小3年，你可要谨记才行啊。两不两包，哎快在吕相公去喝个痛快。吕相公最好。送刘兄。哎，新郎官，来步来步来步啊！刘兄离情呀发言，可敬娘子离人，他为报却老要受降，我立刻见他小心等3年。等得他经济丝袜渐渐紧，若是后运得其言，但觉得心与灵虚一点痛，结一个闺中之语，我心愿已在心门前。挑起红巾诉衷语，见娘子必初见时，根君谁？娘子，娘子。娘子，
写今生一杯合欢酒。喜子只有饮合欢酒，真是笑出把愿你当家哎，东方相对不曾心乱。娘子请允许。我不为应娶，是，娘子不为人居，那还是不应也罢。既是愿意，就不应该来举手。我父母之罪深似海，我岂能与仇人之子结乱仇？为此为生杀父约有几层，得尽那今生好报仇。见娘子默默无言，低了头，恰为我连丝恨与恨仇。三更了，哦，莫非他是为了压发之事？啊，娘子，你用婚之时，刘兄传达压发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定是十分劳累。事情焦虑深根，无需朝夕晚夕，小生明日再来盘问娘子。哦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有事，可命后下前来示人。哦，下告辞。娘子，夜深风寒，不须关上舱门。娘子若挑人，小生在死亡安然，也能放心了。事不远送，告辞。他娘，今日里中秋红人团圆聚。
花月圆把年长。也请他娘顺风佳期被思亲，今日终亲，我更悲愤。好像看见他娘，偶像起来，偶像何事？他娘今日乃是8月中去。相公在花园桂花亭中设下酒宴，特命我想前来相亲大娘前去赏月。你却未必你家相公，使我无心赏月。他娘啊，只为你终朝出门不欢茶，相公是受得无心托门上。今日他在园中摆酒作揖等，他娘啊，去人心他空盼望，望娶大娘来赏脸，我为了相公一片叶心肠。良药四好，良药四，不与你受家儿女难同喜，又比初对呀用自己。他娘，偶像起来，起来！你却未必你家相公，使我去就是。此次多谢他娘带我去为兵相公。哎呀，他娘，你可需要来我来，良药师。今日里我的娘随一年整，你要见我随上王妃心。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过关，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。
任凭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待我何曾说过三牙句话？思亲手下三伤情，也何知愁肠不能讲？难道他令我与阴晴？难道我何此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娃，啥能够嫁得娘子心中人，就是万苦千难，我也愿受下。部下，大娘可曾请来了？他娘说他谁去打？哎呦，好，我想少得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音乐鼓，好似观香长路，喜宁真理观把情意。见他满面春风，我很感动。娘子来了，娘子到来，我未曾愿意望娘子死在。既称夫妻，何必客气？喏，我待他应啊情理，他总是何必扛起？唉，我只得宽心，哎呀奶气，慢慢在他家告里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常理，不见也罢。请坐。随便说吧。娘子，此言差也。圣上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叔同大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此次去请容姐也礼仪。有礼奉还，有礼奉还。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，夜晚可听诗话。见天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厨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小赞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饮
酒的么？是。不知还有何要事？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哦，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恰也难得聚堂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结余为王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这，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呀呀！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伤眉紧锁，长吁短叹，岂是瞒得了神呢？啊，娘子，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生于非常事，非常事与非常心，这非常心。你何必知？虽然是个人自有个人事，可是他夫妻原是恋爱恋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。只怕乃妹我两娘死，听他言语常应事，难道他话终于受知？娘子不必一承认。若是要吹捧你心事，你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仙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那你去猜吧，娘子，莫不是来我家祈求不是意，故而你心中满是事。我好比麻雀飞上凤凰桥，还有什么怨不是？莫不是呀万事奉你不诚心，你呼唤差遣他应生子。呀，官是奉不差事，与我莫共相思。莫不是我娘亲对你来欺压，你深受委屈
难情思。灵堂是深邃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一次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灵媒出言与不是此，我一般今生一太无耻。莫不是你为谁高峰心不欢，冤若是为相在公差鬼子。富贵荣华好早先，何劳云呀操心事？莫不是你另有隐情别有知，姻缘不愿配鸟死。切！你枉为是个坏男子，实话不过小子。像我一样太宽情，难道你言我表示？小生并无此意，娘子休要生气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不是那不是，生生是难忘我娘女婿。我到底不是蓬莱谢家子，今日里难测娘子的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家子儿轻抚须，夫妻何妨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是今是你所亲生，为若是爱在，就是
娘子啊，今日里你我共赏中举，团圆聚，团圆圆是夫妻。来，与你谈谈心，家门，欢喜喜度佳节。其中情，我此心非，心酸难忍，我恨有情。他这自中去夫妻呀，多远真知晓。去年中秋，你不还是我的弟弟？我越想，心思。情啊，伤什么怨言，哭什么情？娘子做了，娘子做了，娘子。唉，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啊！以为那薄情曾经世上伤，看起来我前世手工未手当，今世夫妻难熬行。他既无情待我时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哎呀，不对呀！见娘子她灵隐身上杀气强，伤心又恨来又怕，其中的你难事，两来他苦中不能下山高。他道人为王三全家，愁望我娘子，哎呀，怎得了？这，哎呀，对呀，我还是好言去转为，上法将他的仇恨消。金币两双门，咦，戏厅里面声些节目，哦，莫非娘子身子不夸，安谁去了？我也不便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死亡，明日再来。
咦，我刚要为尊死亡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腹事，但听背后言。怪生啊，怪生！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官人，今日在背后都叫起我官人来了。呀！这多少有趣哟！两女死哈，两女死。No！公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算你把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啊！咦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君子句，我与你天造地设是家内。我是天上心肠难同样，生定你一米王妃妹，我一片真情天知道。岂能甜言蜜语压青梅？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就一个十岁空来替花样人。爹娘，爹。怎么又哭起爹娘来了？可爹娘子泪似雨下，终去人远从恨更他。想起我弟弟下生的官居四辈王家，只因实言见君王传奏建设无邦家，那全集为恨死头起。8月15，我爹娘必携送我昂上，预兆我兄长下云泥，因惜他团亲早成王，委屈他日能生缘，何以遇到趁我相阴阳？如你在兵挑长江，我是几次否生？
几楼家，岁月虚度一年真待鸟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前家园来娘子受苦天阳堂，可得我心酸难忍来双响，忠良早爱谁不通？坚持很多吃苦伤，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帮。你为何3月来不图真啊人亡？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场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事，演讲那坚持真坚强。梁思龙啊，你这老手，哈，怎么就我弟弟来了？骂你老是梁思龙，不该上司把权龙。上欺天子，下压臣，在我妇女心太凶。谁知道战场更不是刀枪兄美国西东，是今是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听此言好似霹雳当头轰，家园来见这是我梁思龙，我知道你为官清正理朝中，吃不了你长死把权弄。那个大侠绝绝是三重，你却忠良心太凶。恨死我妈的家下把事公，老母做过难梦，今日恍然心大梦，从此先生恋啊手后。梁绅士啊，梁绅士，怎么又骂起我母亲来了？骂你身世太不良，枉为民妇受风霜。不是全副迎征讨，反在湖上家喻害忠良。欲造一日犯我手，我要你们夫妻同房。帮兄原来是我娘，难怪她总是怒满腔。娘子啊，你三女子有胆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。幸亏接我来听见，让陪人知道，你先要逆风点火是遭殃。梁玉娇啊，梁玉娇，怎么又骂起我妹子来了？骂你就成梁玉娇，离你连此见不消。快上我胸膛下云霓，一想情缘想起乱叫。你没魂不上恨在心，今算祖父为你恩师道。我下家虽顺早传，又早报着你名。
马得好，妹子她无所非为才难当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肉丝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大子枉徒劳。两女死哈，两女死。啊！怎么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有什么好被你骂的呢？两女死，王位受到生命死，几番求情我不允，今算夜夜反相思。不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重转世。遇着一日春来同，兄妹重逢得了此。先斩老实两子龙，后斩不言两生死。三斩要笑两女娇，再斩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女死。好气，好气也！他口口声声骂肉丝，不与我怒气那样子。非同门，他金家红我比上子，我平日待你有错，你死的不分让我死，你欺无情，我无义，海棠并命我娘亲。去兵临谋亲子，他岂肯将云阳亲嫂死？娘子是笼中之娘，忙中女，今日绝难逃一死。看起来事原是我家错，难怪他报仇里他子，我不帮他反害他，空为人间欺压男子。他既无情，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事。今晚对他表心意，欲恐怕笑话了我娘子。还是轻轻地叫他开门，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外面叫门是哪一个？是我，有事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牛死把门敲。转心惊，问他乡。这是方才之言，他听
请请说。随便说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王好啊，是王好啊！惊动娘子王佛见挂。夜阑神经，你到此做甚？正刚才娘子故于郁闷，一言不发就回转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他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守得多年，看天色不早，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托人在房自言自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真声没有，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那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，叫我听听吧。有道是无人念经，有口无心，念过嘛也就忘记了。哦，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，关门男子往外进，开闸门有人引动，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，爹娘，爹哭起爹娘来了。这是在念心经啊！我爹娘自来是余香，终去日冤仇我恨更大，想起我爹爹下生的。官居御史陪王家，这阴这夜见君王，传奏节日无邦家，那权奸为恩司托记。8月15我爹娘必下在王上。欲捉拿我兄长下用你，迎喜团亲造策划，为报他人能生冤，还也欲盗趁我下冤呀！你才不言乱语，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梁司令啊，你是老臣，我把你接上梁司龙，你不该尝试把权弄。上
想起天师下哑人，在我府你心太凶，你可知山草更离日，导致我兄妹过西东。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我要再讲下去了。看天色已晚，我要回房换谁去了？慢！我在晚上，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，在后面你两老两幼死。我把你父子两幼死，你往外扫多生言死，几番求情我不留，你竟然一言还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人夫妻重算死，遇上一色春雷动，我兄妹二人得了死。现在老子两死楼，二战兵两生死，三战要叫两日叫，四战冤家两永死。夏永雅呀，夏永雅，我弟弟害你吴某传死法上，必给保证。我母亲祖寿长死气人，也可斩的。我妹子无足非为与母同门，再也不愿。我两月死，一非之门，二非同当，一不曾太错了你。你竟说也要杀我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后当逼你母亲与你父母生育。哼，人生岂有此理！他方才自以道理明，看来是非算哦，他能。你平时对我尽你深，为妻其实莫伤身，只为我最终恨与。断了夫妻情，今日里你兄娃来了我方明白，是为妻肉啥非能分，怪人你既算与父不同心，就应该辨明是非，秉公正，放贵人谅我
的父母也管他。见娘子看起表中人，字字句句动我心，两下两家缘缠身，难怪他对我冷似冰。3月来，他从未吐过肺腑言，想不到今日我也教会那人。见他长跪，我心不忍，父亲娘子诉衷情。今日的机会，我难拒人，张家欢笑也在心。我把起家子，长子怒恼气不平，听娘子在问言细语，在求几声关人。下用呀！我平日对你多慈人，你家对我家严重病，今日里话是难相信，只怕你是保全只是黄冠金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都算是奸人之子。少生气，看来断了往日情。我弟弟生下去，去就看良药师。生你把我真此因，这真是事半沙块也加倍，倒叫我自己难相待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万须设法去挽回。娘子，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不呀！得，去不得。方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呀。菩萨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经得往来带你出江呢？姨娘啊！哦哟哟哟哟哟哟，他还在那里生气呢？no， 有事这些呀，有理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好理由？方才还娘子受惊了。官人谁求了？
想我母亲的妹子都是你杀父仇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杀被谋妹知道，今后非小。谁啊？是我。哥哥，弟弟进度来信，母亲命我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来接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叫你今日准备，明日动身。明日动身。是啊，弟弟举子催你上京，你总推测时间晚早，如今弟弟越来心猜错了，堂上无聊考级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来担陪呀？嫂嫂，请你替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为禀母亲去了。娘子，官神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是何放心啊？我想还是不去赴死。你父母死死才病，你啥不去，发要上车后来。我想你去以后，我尚未转离家，等你已经用归，再来接我，你看可好？事甚好，那我在明天临营之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相公
相公。梁凤，相公要写将士一封，明日前去送与大娘。待我写好死信，立即动身。是。熬对多做乘风得意，若当今马虽是远，难杀夫妻两分离。相爷为父，弟弟我来了。孩拜见弟弟，恭喜我孩，后喜我孩。孩娇应得中，后做寡子，得中长远，乃是一喜。今日我孩又有大喜之日了啊！弟弟此话从何说起？儿啊，放在这琼林宴上，岳亲王爷见我孩才貌双贤，十分喜爱，愿将他夺生女孩平养穷子，招我孩为君啊！这不是天大的喜事了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子为媒，高攀王亲，为父实在是答应了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真为放了，既不遗忘，难道弟弟不知赵康之妻不下当，定期再娶才难当？刘家皇嫔孟婷娣，将他休妻又何妨？我还做了穷马郎，谁管论罪是遭殃？天道公理，不能弃。童权大变是平常，此事孩儿万万不能得意。好！哎呀，我儿，你好糊涂啊！秀子那岳亲王爷乃至身上嫡亲王孙，我儿遭了穷骂，举止当今的愚昧苍了。京都两家有了太塞之考，你我父子同葬朝纲，何尝不能随心所欲，拥抱父阿贵？孤身好夫妃呀，竟不知欺天下始作王。弟弟，弟在朝中为臣阿相，理应该出心报国做忠良。常德正不用他山靠，大伯给长史把朝纲。须知道其心自是难欺天，切莫要做件事报何事上。一切所谓对手前言，休待他年后会长。小奴才，奴才彻夜太猖狂，你尽管教兄为父小满堂，我也一定难更改。竟要你王府
去家中去烧炕。婚姻大事辅佐之，孩儿已经有妻郎，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爱与何方？小畜生！你不容父命，大不孝。这不孝的财命儿冤当。呸！皇家亲日，岂能儿戏？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，你抗旨为父，哪晚了得？明日将你送到皇府，去也要你去，不去也要你儿去。弟弟，哼！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老父兄恨是夫人，眼睁睁插身逼娘。我是才小迎风开，偏要功夫怕水行。话梅之气迎明节，恰不学乡人同到老。这世上何故少公堂？悔不该上京来归俺。种什么状元，做什么官？今年过节不去，再不能帮。娘子啊，你望我早日永归早团聚，才知道小乡他后千金啊！一日王公生日海，总算有此。难逃，今宵一股到明早，却见后继他龙老。这叫我是好是好啊！这。看自己不长小权受当场，不穷归到普门场，身上不将中劫匪，朝廷昏乱杀苦恼，世事世道真为官，我岂能在不中？把天亮跑，爸爸，这富贵荣华富贵，与什么？弃官去还，
已经收拾好了，快把书信给我。良凤，事情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一起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嫌什么要大为呀？后外龙要命才娘。君臣无知情，一笔勾销。当到生子犯其名，我名为不喜难抗命，不可奈何进梁门。他娘，不回来了。不想，夫人生的什么病症？夫人她没有生病啊。两宝，小姐夫人得了疾病，才命我把大娘接回来的呀。难道我今生落眼睛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，娘，嫂嫂回来了。媳妇穿见伯伯。罢了，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两宝言道，伯伯生死前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。是心病。媳妇拒不问哦，还要望伯伯死才。不管当，不管当啊！嫂嫂，我们几次差生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再三不肯回来呀？这我是奉继母病体，无法特生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没有？托伯伯之福，继母病体已好得多了。啊，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上江里救了你这个孝顺女儿。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原本姓冯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生身父母不宜找你上访。恐怕不得的吧？不宜见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母女。我请问你，那一是我送信给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无需行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被墨梅之徒起火飞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哥之言实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平时对我们都冷淡？为什么事业怨恨长眉梢？分明这里主意非常是
妻之间在王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脸！自司马家南营长，自才有句休的啦，休的啦！李应同、毛东、夏云你，分明的是朝廷之满夏云呀，夏云呀！我心中真为变心想，夫妇见你我非猜想，名同袍同生不少，怎能无端把谁家？话言巧女，我总有劝你万事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三言你不信，这天堂的冤枉我担不下，死地不过为刘家。且慢，到哪里去？寂寞遍体为雨，委屈死吧！今日你许下插奴家，你们真的是此不讲理！懂你还讲什么理？还不用我回王去下去。娘，他要这样还不肯承认，晚上明日一早送官叩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既要将他刀书往内，明天一早送官，我叫夸谁娘来？长臂生门当松，快来今夜桃无怪神啊，怪神！你原才进都，真自为妻，身遭到
侯相，侯相，你来此做啥？前来相救他娘。救我？他娘白天之事，侯相对偷的名号，不趁他娘早来，过我偷了数日，前来相救他娘。侯相，月牙是与宝水之上，就不忘你的他。哎呀，他娘不必如此。趁此还有无人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他娘，后门开上。侯相，哎呀，他娘，侯相，快走吧，他娘。请慢宋冠定，放小心头恨。快与我绑起来！是。小姐，他娘不见了。我明明说着，他怎能逃走？这下没想，快去夫人到来。四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孩儿拜见母亲。也是啊，你得种第几名啊？孩儿得中一家呀！哎呀，好宝贝呀，你得种得名状元，这真是用中要走啊！妹子向姑姑道谢了。母亲请往里来坐。母亲因何不见我娘子？姑姑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李家去的吗？方才我又去过刘家，又没言到这是母亲已将她接了回来。妹子，况唤你嫂嫂进来。我到哪里去讲啊？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呢？问你妹子去吧。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姑姑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昨日呀，却是接了嫂嫂回来。今日一早，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。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，昨日再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何不见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请问母亲，昨日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娘也病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啊！相公，昨日夫人根本没有生病。两宝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嘛？两宝，你与我从实的讲来。是，相公，昨日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只是夫人得了疾病，等大娘回来一困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床上，哪有什么病嘛？两宝，你胡说！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有骗人。后来呢？后来夫人小姐把大娘关在房里，换上了锁。哎呀，天子也来还好病，莫非娘子泄了气？
娘子许官若是不道理，你要怎么样？我要你们玩我的娘子来。好过，嫂嫂说是银本私道，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生不成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银本私道，先生。你们要玩我的娘子！鸟死！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贱人，尽管对我视此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早定去玩西洋云呀。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害死了我的娘子！我要你们的命！鸟死！哎呀，鸟死！娘，鸟死啊！哥哥！哎呀，鸟死啊！鸟死啊！鸟死啊！你此次放箭，给我告诉你第一知道，绝不饶你！你的家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啊？你还来问我，我哪里知道？哎呀，好，不要哭了啊，我们快去逛逛。你这个小畜生！哎呦！娘子，娘子。心事里一丝恨生死不尽间暂退了夫妻恩爱。忆当初曾儿远，万辈相偎，一往情才问等。恰心开，我自望与娘子结岁，恨无对，一封诗必付成为。母子望，妻乖乖。
见牛羊不见亲，我常乱心碎。会不该哭唱的高会，会不该情比里两地分开。哎，娘子，春走头岁事难择。哎，娘子，今已横在前啊台。从今后曾孤雁凄凉怎为？我愿谁娘到应死，在才双才啊得啊娘子娘子。听相公声声哭泣旁，天上的生儿也悲伤。他如此多情是无伤，我真诚心待他满真香。娘子，相公，请用神汤。谁要用什么神汤？娘子，你死得好苦啊！相公不必伤心，他娘还安才呀。侯相，你说什么？他娘还不成事。不成事？侯相，相公有所不知，昨日夫人小姐将他娘刀入房内，实则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就判。侯相心中不忍，故我出于三更偷了数日，失送他娘逃走了。侯相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？姑说。哎呀，侯相，请上随我一把。相公，这是奴婢了。侯相，大娘也在这后此啊。好。哎，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刘相公家去问问？哎呀，对呀，上里是从梦有希望，我盼望刘家新期望。相公最好。多谢侯相。相公。急忙忙迎匆匆，好似飞鸟踏盘龙，到此俯瞰青松石，遇见东方石路红。这扬州看来难久留，我对帮起舞黄山东，远处高飞皮舞，挂袍下官身情意重。倒不是转团兄泪影中，他日夫妻能重逢。
此刻去到刘家，杀被那两家发觉，欺负了连恩兄一家，这。诚心无知一旁望，迎着朝阳回家中。咦，这前面好像是我的阿妹嘛？阿妹，恩兄，阿妹啊，昨日你讲为着两家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旁为在此呢？是阿妹啊，侬脸色不大好看人，一定是啥毛病了。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让侬阿嫂来帮侬调理调理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，干嘛一定是出啥事体了？恩兄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到屋里去讲。是。哎呀，阿妹呀、到自家屋里嘛，还有啥个犹豫不决的嘞？来，快跟阿哥来。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欺负连累恩兄一家，于心不安啊！阿妹啊，你我几位兄妹就应该像同胞一样。阿妹有难，我做阿哥的理该去承担，更何况是得罪忠良之人。阿妹啊，你也不必太顾虑了，快请进吧。恩兄，请进吧。恩兄，阿妹啊，你到这之后，啥被那老七婆知道，一定派人四处寻找。这外面侬是千万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家里。不过这前厅后堂上房收阁，你是统统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阿哥这个私房里。这私房里嘛，就躲在阿哥这个死柜里。啥时那老七婆到来，做阿哥的也有办法去对付。等天一黑，我就把侬安安稳稳的送出扬州。阿妹，侬看可好啊？恩兄为小妹四次操心，小妹光不起。用不着的。阿妹呀、你先进去躲起来，让阿哥出去帮侬当听啊。哎呀，阿妹，阿哥不叫侬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的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要是早点把我晓得嘛，这个美人我就不做了呀！吕师兄，吕师兄，他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侬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。哦，那就见过堂堂爹娘。我也见过岳母母了，小弟要紧是替亲王留那到厅堂去坐吧。厅堂不便，凡是私房里好。这死亡啊，这几天没有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还是厅堂的好。私房里好。梁师兄，
呀，吕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你果然是问我阿妹嘞？啊，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遇病，已经帮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人见来？今日嘛，没有见过啊。当真不曾来过？我既是骗过你了嘛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啊，我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追了你？我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了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。啊！我阿妹竟不见了。哎呀，干嘛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哎，刘兄啊！花木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倒数王门事到起，后想好心救娘子，三更插手难人命。说实来，你母亲和我阿妹有仇是啊，干么啥个仇人？这件事关系从那飞儿起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非。刘兄啊，既然娘子不在此，我辞别刘兄去行去。梁师兄，这样大的扬州城，你到哪里去寻他呀？这个金台两难无知意，娘子啊，叫我到此来寻你。哎呀，娘子看他来意倒是不好，待我先去试他一试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！传兄你不必可嗲的，舍不得我阿妹马上会得到家里。侬耐耐心，哎呀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你比起为公义，今日你龙虎帮上名可压的，得中一家一名。哦哟，头名当然是一姐的，我要向你两兄来恭喜。有什么劳，供什么喜，你不知道平地风波起。哦，起啥个风波呀？王师要我找军马。哎呀，这倒是不错啊！这真是贵上加贵，喜上加喜。哎，我娶娘子非容易，经过之事难耐你。主官要我修前妻，我情愿也是穿帕衣。我指望夫妻重团圆，挂冠插到回家里，想不到家中去逃。我娘子的生死不将息。娘子你果然是气官逃出来的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。好了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就让小弟我再来接你做一个媒。娶一个像我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！
娘子心悲情。你恰使我不在意，我无此寻找及时来，你反来劝我另娶妻。兄妹之情无半点，枉为同窗成知己，从此与你团圆去。你望东来，我望西，两师兄买醉，两师兄买醉，阿妹，阿妹，娘子，官生。这个年轻姐可不得了，娘子。见娘子好像生了名字，从天降，我天大的外闹不对光，见官生衣冠不正，郎啊飞翔，倒叫我心衰难忍泪呀汪汪。娘子，你为我藏在死堆里。官生啊，恩兄为我做主张。刘师兄，梁师兄啊，这位小姐可叫我家阿妹呀？这下你可真心满意了吧？刘兄长你永记心，我夫妻双双谢他恩。哎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个。梁师兄，阿妹啊，你们夫妻谁做当孙？我想与娘子远追高飞。对，这样子不是居女之地，你们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哦，你们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！官生，我们不是逃往山东我母亲家中，谁也可当替我兄长下落，你看可好？ 49年子，阿妹，阿妹，梁师兄啊，这些日子你们打在身上，我谁算是用？你们还是快些走吧，这里一切由我担待。阿妹，梁师兄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喏，你们的宝